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川浩，欢迎各来到目仔观察。这是一个对台中发生的金融训练节目，中心毋忘咱做伙用母语讨论国际大事。2025年7月，制造业 PMI 48.0，服务业 PMI 50.1。根据美国企业调查机构 ISM 的7月调查结果显示，制造业 PMI 仅48.0，写9个月来的上佳纪录，已经小连续5个月比50加，是收缩的形势。重要的是，服务业 PMI 50.1，虽然比50悬，是扩张的形势，也毋过嘛反映有可能随时会落到50以下。咱来看这张图，制造业的 PMI 48.0，是9个月来上佳纪录。嘛比50加，不过，近几年来，制造业的 PMI 拢比50加，毋过股市一直咧创新高，所以近几年的重点是服务业的 PMI。服务业的 PMI 近几年来拢比50悬。代表消费者有伫消费，不过，近3个月来拢伫50，伫遐陪，所以状况嘛无啥介偌好。2025年7月，制造业 PMI 物价64.8，服务业 PMI 物价69.9。根据美国企业调查机构 ISM 的7月调查结果显示，制造业 PMI 物价64.8，服务业 PMI 物价69.9，拢比50悬，是物价扩张的形势，而且造成物价无退烧的模样。若这个原物料成本的物价压力无改善，代表企业有可能会把成本转嫁予客户，造成终端消费者受伤。咱来看这张图，这张图反映物价指数，制造业含服务业的物价指数拢伫50以上，而且要到70，代表企业有足大的成本压力。这个状况若无改善，企业会把伊的成本压力担予消费者，造成物价有可能会搁再起的状况。这内底嘛有包括关税压力，这是要注意的状况。最后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